開始之前，請幫手訂閱，俾個 like 同埋分享出去俾你嘅親朋好友睇下啦。你嘅支持係我哋繼續做影片嘅動力。中日關係似乎沒有最差，仲有更差。高市早苗全網歪論，點燃中國對日本侵華之恨。日本防衛相小泉進次郎又喺11月23日飛到最南端嘅與那國島，宣布要繼續喺當地部署飛彈及相關部隊，話部署導彈可降低日本遭受武力攻擊。與那國島距離日本本島有2000多公里，但距離台灣只有100多公里。日本口講部署嘅導彈係地對空嘅防空導彈，但被追查下證實，仲要部署反艦及中程導彈。呢啲絕唔只係所謂自衛及無攻擊力嘅武器。日本要針對及防範嘅對象，擺明係中國嘅東海、黃海及航母軍艦等。但小泉進次郎宣布計劃時，卻買慘扮受害方，指日本面臨自二戰結束以來最嚴峻、最複雜嘅安全環境。呢一套說辭同高市要修改無核原則、動輒出口異動武嚟威脅中國主權一樣咁無恥。事實係日本早已發展導彈基地嚟針對鄰國。外交部發言人都解釋過，波茨坦公告明確規定，日本禁止重新武裝。日本和平憲法也確立了專守防衛的原則。然而令人警惕的是，日本近年來大幅調整安保政策，逐年增加防衛預算，放寬武器出口限制，謀求發展進攻性武器，圖謀放棄無核三原則。日本右翼勢力正極力突破和平憲法的束縛，在強軍擴武的道路上越走越遠。我哋解釋下日本近年嘅軍費同部署情況。日本要強軍嘅計劃早在已故首相安倍時期已敲定，到2022年，日本前首相岸田文雄制定咗5年軍費開支目標，即2023年至2027年嘅幾年軍費總開支要達到3180億美元。防衛省總部負責呢啲軍費嘅配置及部署。2024年日本軍費開支高達553億美元，比2023年增長咗21%。佢哋計劃年度開支要有700億美元，仲話軍費本地生產總值即 GDP 嘅2%係北約要求。日本雖然喺所謂北約夥伴國，但亦係戰敗國。呢個防衛理念及定位本身就暴露大野心。所以日本自衛隊早於2016年已經喺西南列島動作頻頻。日本安保政策亦一直有把台灣守防衛嘅企圖。2016年先在與那國島駐軍，2019年又在宮古島投放兵力及資源。石垣島嘅動作更大，2023年又駐軍又建設導彈基地。正如外交部發言人喺小泉宣布繼續部署導彈之後批評，日本刻意製造地區緊張及挑動軍事對立，國際社會要提防日本軍國主義復活。80年前，日本軍國主義發動侵略戰爭，給亞洲和世界帶來深重災難。妄戰必危，好戰必亡。歷史的教訓不能忘卻，不可歪曲，更不容抹殺。80年後的今天，我們絕不允許日本軍國主義復活，絕不允許任何人挑戰戰後國際秩序，絕不允許世界和平穩定再遭破壞。中國反制日本嘅措施暫時未見升溫，但外交部已經表明高市必須明確收回全亡歪論，完全唔接受高市近日改口話日本政府立場冇變嘅所謂退讓。外交戰繼續打，但日本喺台灣近距離部署中程導彈嘅消息令人太氣憤。人民海軍一於以軍艦導彈作反擊，在小泉宣布之後，翌日已經發布要斬妖除魔視頻。隔咗2日，中國軍號又發布導彈豎起了嘅短片，軍隊施壓及反擊嘅味道好濃。我哋嚟睇下。